强强的屁公，太太二公，你们猜猜看他是谁呢？红姑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牽條，兩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不好嘞，哈哈哈哈哈！谁姑，你做乜嘅？我在画我的同学大象弟弟。阿爸講下。哇！谁姑唔捌嘅太上樓梯，木就動將，二公動態哦。就啊，他的耳朵像扇子一样大哦。喂，等一下。變成你谁姑？他的耳朵像扇子一样大，唔講我解，谁姑唔係那樣，唔係咩？作笑咧。阿爸，我摸不到義工，我是不是沒有義工？哎呦，我谁姑唔要義工啊！阿爸同講，讓義工。冇啊，我摸不到啊！哎呦，阿爸，給得，你的頭借我摸一下啦。好啦。糟了，阿爸，我們都沒有耳朵哎！給得，我們快去看醫生啦！哎呦，我谁姑，阿爸同講啊！阿爸，我們快去看醫生啦！好啦，陪醫生看就陪醫生看，來，阿爸帶你去。我四姑，一個我四姑，左邊摸義工，右邊摸義工，兩邊摸義工，義工。姑，世界真備太嘅英雄 Super Chicken 嚟咧！我冇夢中，義工 Joy， 這個求你覺得很退休。請用更改 Super Chicken， 聽咗未完成這個節目。這個求你，我想要 Joy。冇問題。兩個做人呢？這個求你，我想要屁股。冇問題。兩個屁股落嚟。這個求你，我想要夢中。冇問題。木叫落嚟。這個求你按落來。阿爸，你看，兔、蛇豬還有蛇狗，大家都有義工，就是我沒有。哎呦，誰姑，唔要義工啦，唔過一個義工較少，等下唔醫生阿叔知道咧。誰姑啊？唔係楊雄。醫生阿叔，你快幫我看一看，那個義工不見了。哦，義工唔見咧。好，我來同檢查哈。葉片聽得到冇？聽得到。好，聽得到。葉片聽得到冇？聽得到。好，聽得到。誰姑啊？聽得到是表示有義工。誰姑，有冇唔安心呢？哈？唔過，我都摸不到那個義工啊。誰姑，是劍，來看兩下哦。
你看，你是鸡个头呢，你是木猪，你是猪，你讲是头你尾，你世界是你讲，还有一般会不摸家紧。你讲东西，我摸摸看。谁姑，你有咩到吗？有诶，我好像摸到了耶。有哈。有，我摸到了。安尼你们是在安心的吼。安尼是在奖励的吼。老赖医生阿秀，奶奶你讲呢？两位巡航哦，讲来了。唔错，等下，为什么水狗、水猪、兔总还有屁股？为什么？我好像没有屁股哎！医生阿秀，我怎么没有屁股？这句唔好急，来比下了解。屁唔到。较滑头啊。屁到你冇？屁唔到。我较滑头啦。屁到你冇啊？好臭哦！怎么那么臭啊？臭豆腐当然臭哦。冇问题，有屁到是表示有屁讲。可是我怎么都摸不到屁股啊！这句你详细看哦，这个最红有两个细孔，你看也是这个屁股，因为它东西，难怪你看唔到。哇，原来我也是有屁股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医生啊，拍摄哦！唔是生意是安尼，慢慢没问题呢。老赖医生，这句安尼是在奖励的吼。医生阿秀，拜拜。这句再见，有问题反映，随时转来请来哦。好，讲来了。胡姑姑，世界最美丽的英雄 Super Chicken 来咧！我冇梦中。屁股 ，Joy， 这个球你也得来退休。请用感慨 Super Chicken 请求完成这个任务。这个球你还想要有 Joy？ 没问题。两个做人，这个球你我想要有屁股，没问题。你个屁股有人，这个球你我想要有梦中，没问题。木球了呢？我嘅木珠，我掉哪懂谁姑？你怎么改？画完大象弟弟，我想画自己呀。安尼，阿爸来陪你吧。好啊。我跟你讲。屁股跟大象弟弟很不同，不过，阿爸，你来看，大象弟弟的嘴边这是什么啊？这是牙齿。哇，牙齿。喂，俺还在摸牙齿呢。谁姑？阿爸同你讲吼。阿爸，我不管了。
为什么我没有牙齿？我要去问医生阿秀。你有去医生阿秀哦？走啦走啦。走吧。街头外讲，这间姐姐唔好，俺讲这。这间姐姐，听讲唱歌当好听呐，你是在唱一条歌本爱听吗？可以啊，今日带了一首我自家写的歌哦，几好听哦。一首歌呢，歌的名是唱一条歌的。眼珠看无到无来的好戏，汤调的酒酒酒吃菜又吃油，爱嘛我想起家口以来的戏，唱一条歌的本唔能读家汤。哇，这间姐姐唱歌当好听呐！哎呦，俺子生呢？这间姐姐，我知道你上去当奖啊！真是的哦，俺来讲俺会发生呢。俺讲这，俺个兄弟啊，上到嘛个勇士呢？哎呦，歹势啊！无讲都讲来，迄世界真正个假嘛耶！啊，真是的哦，可以将哎用俺的书名看那么？好啊！哦，啊，也是你的头脑吼圆圆呢，也是木做两类木做，我也是你的嘴哦，啊，俺讲这，你真是吼喺世界上哦最强的假买呢。歹势，大家拢安尼讲，出来，这间姐姐，我是在用手名唔无啊？当然可以啊。哇，你是这间姐姐嘅目珠，屁公 Joy， 还有二公，哇，这间姐姐没上到当奖哦！真是的哦，人家来讲，那今明日过欢喜呢。这间姐姐，我今日真正当欢喜，唔通爱了就唱歌本爱听。我想要问你咯，我敢是的。讲啊，没关系啦。我敢是的，今夜面哈。好啊。好，跟我来咯，我爱今夜面咯。紅姑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你在飛啦！紅姑